来看国立台湾大学伫昨昏是对外宣布讲，因要成立一个科技研究中心，要发展技术，要甲二氧化碳封存伫涂骹底，来帮助咱台湾达成2050净零排碳的目标。应用全球推行净零碳排，国立台湾大学测试嘛宣布成立新碳勘科技研究中心，要组织地质、工业等等下领域人才，对净零进一步发展碳封存的技术。对于未来，不管是在碳储存或地热上，都可以发挥它的贡献。我们也希望这个碳勘中心未来在许多项目上面都可以跟政府，还有关心环境永续的企业界能够共同合作。台大新碳勘科研中心表示，为着达到2050净零碳排的目标，碳封存是重要的技术之一，主要要防止发电过程使用化石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到大气层。嘛，因为台湾一直有地质灾害、像地震，所以对地质的了解要非常完整，才知影以后安怎把二氧化碳送去涂骹底，也就是先做完整的地质探勘，再做碳封存。未来中心会整合人才资源，连接国际。像日本，他们可能已经做10几年了。那欧洲、美国其实不断的，他们都有在做一些新技术的开发。那这个就叫做碳封存，也就是说把碳放到地底下去做一个封存的动作，让它稳定的在地底下。新碳勘科研中心表示，因自去年国发会公告台湾行向净零路径，就开始筹备成立中心。未来的下领域做地质资料的大数据分析，研究掠二氧化碳等等的技术，帮助台湾行向净零趋势。记者林立凯台北采访报道。